咱们不用赶着说完，把节奏稍微压一压。哎，不要，咱们弄什么都轻手轻脚，别这么硬扯。我那地板坏了，我没办法修复的。别看了，石牌。你为什么不确定一下再换场？那这问题你们对一下啊，因为我这害怕再恢复过去，再来一遍。是经过，不是这，你不用戴眼镜都知道这你妈。啊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再把眼镜戴上。需要，我们稍微可以做的重一点。好，发挥想象力啊！不是那太难看了，你不可能这个。哎呦，涛涛，它难不难看？就是你不能让我去后期做一个吸顶灯，我做不了。它没有灯，它就奇怪了。那把那灯再吹来吧。我需要瞪眼睛，有意识的控制眼皮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它会吃力，就是发现就这两个用的力气不一样，然后就赶紧吃一颗药，用于重症肌无力。我觉得进入这个赛道稍微的有一点莽撞。如果你看过一些个所谓高级的喜剧，你会发现那里面的所有人，他不是想要逗你笑，他就是在努力的做一件事儿，做完了之后你就笑了。你说，你比如说土拨鼠之日，很好笑，但他真的是想逗你笑吗？不是，这个人就是很努力的在逃脱那一天，这个人在很努力的打翻每一天，他甚至想死，他好几次尝试去死，这对他来说多难的一个选择。但你看了之后，你会觉得好笑。所以我是很早以前就明白这个点，我知道一个戏想好笑靠的是什么。它不是靠你那一场戏使个相，喵，不是靠这个，它是靠最终的一个呈现的效果。所以有痛苦的戏，有煎熬的戏，那都是极为正常。你说再给你个镜头，快，看着，哇，汗吗？胳膊上有2个蚊子包。你先擦一下，擦完再快冲过去。你先擦。我得补妆，我进去还得带一镜头。怎么这一遍这么多汗？你一会儿进去你就知道了。你进去你就知道，对，地是滑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今天他妈的这个任务量有点大，我压力好大，戏给的太猛了。你不用压力大，我们压力大点就行，是吧？要淡定。咱们一起压力大，我们一起有压力。擦个汗，来吧，快的。可以，这样怼，往前怼。好，看，非常好，完美啊！这个咱就过了啊。今天导演说我们已经进入到状态里，对，怎么说的原话？我原话说，我觉得你已经不用去说脱口秀了。行，导演，咱们下一期见。我拍戏最开心的一天，就是被戏里边真正的逗得狂笑不止的一天，是那个535老师演的那个领校员，我的天！然后我那时候觉得，这才是拍喜剧呢，就是感觉就是大家幕前幕后都在笑。领校园，领校园那一场，我看着5355那个笑，我就觉得这个剧应该会很好看。几架刀，插在我的脚脖底下。前幾天有一個女人跟我嚷嚷，你這個樣子，哪個女人會嫁給你呢？还一光膀子那肉还动，那刺激太强，你很难不笑场。但是喜剧，我的感觉是，除了那些语言上的包袱和行动上的一些包袱以外，它的就喜剧最重要的其中一个条件是节奏嘛。如果说我要是这个角色，就是把妈妈抽完了走出去了，然后低头起来
来的时候呢，是会猛的。哎，你看我妈就这样，你看她又给我鼓掌了，还是在脱口秀。但是就说着说着变规则，但是我觉得我一直在想我自己到底是为什么。爱脱口秀就是要说脱口秀。你试试跟我这样说戏，就我觉得我会用这样的节奏，等我就带出来了。就真正那个演员他自己的那种小丑的心理，你觉得这是小丑，你觉得我下去，那怎么着？爱脱口秀，就是爱脱口秀，因为他给了我再一次的生命。这时候你就可以把你自己的情绪，真的，如果你分出这3个层次，你就可以把情绪供起来，你会有的。今天我妈也来到了现场支持我。我人生第一次表演的时候，我妈也在支持我。当时我妈还给我鼓掌来着，只不过方式很特别，她是用一只手在我脸上鼓，而且她还夸我：“你可以呀，啊，长本事了啊，真棒啊你！”我做了什么，让你这样当众羞辱我？刚才我妈又给我鼓掌，继续说，我妈，我上。有的时候我就在想，我也未必当不好一个会计，我的身体也未必那么讨厌牛奶，我就是想干那些你不愿意让我干的事儿。你越想让我干什么，我就越不想干什么。我就喜欢上台，我就喜欢说脱口秀，我就喜欢逗人笑。你说这些事儿都是小丑干的事儿，可是就是这些事儿，它让我觉得我活着，它让我觉得我有价值。来，3、2、1，开始！我要说脱口秀，我要成为能阳教主那么优秀的脱口秀演员。说脱口秀，尽赞里人。说脱口秀 ，never die。他其实是一个我不太熟悉的一个脱口秀演员，这个名字叫老聪，然后是在2020年左右吧，就是开始听到的一个名字。我那个时候对他的名字好像我俩见面的机会不多，能见面的时间就是在我写信聊天会的时候，他会偶尔会过来当观众。我对他印象很深，就是一个小胖子，然后胡子很长，然后很直男的那么一个人，说话很冲。他给我的感受就是，他突然有一天他不高兴了，他对他的生活不满意了，然后他就放下一切来说脱口秀。大家也就觉得这是一个新入行的演员，新人，结果他在一次我们的比赛上大放异彩，就一下子绽放出来的那个光芒，让人觉得他是能量值飙升的那个感觉，一直飙升的感觉。然后当时很多人看了他的这场演出，然后大家也是看直播看到的，所以在豆瓣上也有一个帖子，就说有一个叫老聪的真好，看看他的这个脱口秀怎么样，以后要看他的演出。后面演出就有专门为老聪来的人了。
很多的俱乐部也开始给老聪策划主打秀，然后就觉得就感觉人生马上要开始就往好了转了，然后他因为心梗去世了，就非常突然。他主打秀马上要开了，然后在主打秀前好像1、2周，然后因为心梗去世了，就那一刹那大家都愣了。对于一个人来说，它是一个波澜壮阔的一段旅程，一段时间。但是对于这个城市来说，就是一盏灯，或者是一个下大雨的时候，地面积水上一个小水泡，啪破了。我录了一个专场放到网上，然后我其实当时的想法就是啥呢？就是你放到网上的东西其实是永生的，大家永远能够看到这个。所以我在专场的结尾写了一个，我就说这个RIP 老聪，然后可能就说了这么一句，还说了一句话，是我当时结合这个项目和结合我真实的想纪念老聪的这个感受说的。我说仅以此专场献给那些在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人，所以这个是我很真实的感受。郑浩就是一个在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人，他平时过得浑浑噩噩，但他真的在舞台上才是自己。我叫郑浩，是一个脱口秀演员，算是个脱口秀演员。其实，在过去的24天，我一直在努力成为一个脱口秀演员。这说来其实挺好笑的。24天之前，我唯一想的就是躺平，我根本就不想努力，我恨努力。其实我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我有点怕努力。我怕努力了之后没有结果。我中学的时候被校园暴力过，当时我印象非常深。我在班里跟一个同学下象棋，下着下着，一个小混混跑过来给我教我一下，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他呱一下就把象棋盘子周在我的脸上。我到晚自习的时候才发现，我的额头上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个炮字。我当时真的很生气，这还需要别人教吗？你不已经会当头炮了吗？我从小到大都在努力，为了就是逃离这种环境，我不想再在这种环境里面待着，我拼命的努力。当我到了工作的时候，我忽然有一天点开那个小混混的朋友圈，我发现他过得很好。他怎么能过得很好呢？他是那个欺负人的人啊！我应该点开朋友圈之后，发现他拖家带口流落街头，上面还写着我今天为了孩子买一个牛奶，又去卖掉了一个肾，他应该是这样才行。但是他过得很好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决定躺平，我不想再努力。24天前，我碰到了一个朋友，他说要帮我走上人生巅峰，最后他变成了一个西瓜，是不是很好笑？这24天我改变非常大，我发现我开始爱上脱口秀了，开始爱上舞台，开始喜欢上舞台演自己。我在这个舞台上发现自我，找到自我，表达自我。最重要的就是，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热爱。所谓的热爱，就是你临死前，你都想再多看他一眼的那个东西，就是那个，你一想到他就热血沸腾，你一想到他就会觉得，我如果能为了他再多活一天该多好。你一想到他就会想到，如果有一天我的葬礼都要以最热爱的形式来办的那个东西。热爱能给你带来很多的东西，热爱给我带来的是第二次生命。
有人说，热爱可抵岁月蔓延，但我说，热爱让你无惧人生何常。谢谢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刚刚咱们那个桌子都收一下，整齐一点啊！所有想法都成熟了。安静吧，安静吧！现在准备快，快，快，快！刚刚开的车放你高中好多年了。他们给钱，那个拿棒子的呢。3、2、1，超级大礼！OK。